你再講一次。屋企有頸椎、腰椎、手腳關節疼痛問題嘅兩嘅，你注意啦！我教你個民間小偏方，用豬尾搭配一樣嘅煲湯飲，你全身疼痛都會消失。呢個方法救過好多人嘅命，特別係嗰啲一到落雨翻風天氣，嗰啲關節就會呢度痛嗰度痛，雙手雙腳有抽筋、發麻、發痛嘅朋友，你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千金難買嘅土方。刷到視頻嘅朋友，你真係有福啦！我建議大家練個小紅心，送上到小紅花，唔係為我，係為你自己以後健康平安啊！呢個方法簡單方便又實用，佢成本又唔使幾蚊雞。你學識之後，你自己喺屋企就可以操作，可以調理呢啲問題噶啦。以後都唔使去嗰啲實質修理廠，亦都唔使白白嘥晒一大堆冤枉錢嘅。其實所有嘅痛咧，大多數係因為經絡唔通暢，氣血又唔順暢。既然我哋揾到咗原因，你咧可以準備呢幾樣材料：雞血藤20克、海風藤10克、桂枝10克、生根草10克。呢個就係鼎鼎大名嘅生藤湯啦。佢哋搭配埋一齊驅風祛濕、消腫止痛、通經活絡。正所謂通則不痛啦，只要我哋經絡通暢咗，身體就唔會更難受噶啦。用佢哋搭配豬尾一齊煲1個半鐘，你就可以輕輕鬆鬆食藥飲湯啊。等你慢慢體驗到無痛一身輕嘅舒服感覺。咁如果你想轉口味你亦都可以用豬腰、豬骨或者豬腳嚟煲嘅，效果都一樣更好啊。你飲得幾次之後咧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氣血順暢咗，筋骨冇以前更僵硬，你成個人都會輕鬆好多噶啦。咁重點咧係呢啲材料一定要用野生嘅靚貨先至得嘅，唔係嘅話飲幾多都冇用。咁如果唔知道去邊度揾嘅靚嘅材料，或者懶得搭配嘅話，喺視頻左下角有搭配好嘅呢個成品湯包噶啦，就咁樣一細包一細包嘅，你帶翻去你直接煲嚟飲就得噶啦。趁依家活動價抵買，一包先至幾蚊雞啫，快啲去試下啦！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